歡迎收睇幫補適超乾爽大挑戰。我哋用咗大碼 BB 尿點平均值11 cm 作為今次實驗嘅標示處，將膠碗底部嘅開口放喺紙尿片嘅尿點上，將300克嘅膠碗模擬大碼 BB 嘅體重，造成紙尿片上面平均嘅壓力，同時倒入150毫升嘅水，相當於 BB 2次嘅尿量。睇下兩邊吸收嘅速度。當兩邊紙尿片都吸收完 BB 1晚嘅尿量，再等30秒後，紙尿片將水分完全吸收。30秒到咗啦，喺紙尿片嘅尿點上各放上一張紙巾。再用力壓喺板面上嘅中心點，確保兩邊紙尿片受嘅壓力相同，咁樣可以模擬 BB 屁股仔喺紙尿片上嘅壓力，同時又可以測試到兩邊紙尿片吸水後嘅回滲程度。大家可以睇下挑戰嘅結果，假如回滲程度嚴重， BB 嘅屁股仔唔夠乾爽，會因為黐立立而覺得唔舒服㗎。多謝你觀賞幫補適超乾爽大挑戰。